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珍寶庫。對於沃德斯登莊園的建造者費迪南德羅斯柴爾德男爵來說，珍寶室 Scammers 的概念並不陌生。他將自己的文藝復興博物館陳列在單身漢逆流吸煙室的特製展櫃中。這些藏品精美絕倫，價值連城，均採用稀有材料製成。在那個時代，探索、發現以及對物質世界的探索渴望激勵着贊助者、收藏家和工匠們。這類收藏旨在喚起人們的驚嘆，無論是精湛的技能、材料的精美稀有，還是收藏所蘊含的意義，他們講述着關於主人、歷史或設計的故事。費迪南德男爵創建了這批藏品，並將其遺贈給了大英博物館，這反映了他家族的遺產。羅斯柴爾德家族是著名的收藏家，他們的收藏故事可以追溯到16世紀歐洲皇室的珍寶庫，並延續至今。這個房間是對皇家珍寶室的當代詮釋，展示了對當今羅斯柴爾德家族具有重大意義的物品。這些物品是4代人收集的。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珍寶庫。對於沃德斯登莊園的建造者費迪南德羅斯柴爾德男爵來說，珍寶室 Scammers 的概念並不陌生。他將自己的文藝復興博物館陳列在單身漢逆流吸煙室的特製展櫃中。這些藏品精美絕倫，價值連城，均採用稀有材料製成。在那個時代，探索、發現以及對物質世界的探索渴望激勵着贊助者、收藏家和工匠們。這類收藏旨在喚起人們的驚嘆，無論是精湛的技能、材料的精美稀有，還是收藏所蘊含的意義，他們講述着關於主人、歷史或設計的故事。費迪南德男爵創建了這批藏品，並將其遺贈給了大英博物館，這反映了他家族的遺產。羅斯柴爾德家族是著名的收藏家，他們的收藏故事可以追溯到16世紀歐洲皇室的珍寶庫，並延續至今。這個房間是對皇家珍寶室的當代詮釋，展示了對當今羅斯柴爾德家族具有重大意義的物品。這些物品是4代人收集的。